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4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4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；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2节。就是解说甲所以立顿占一家名，即马就是爱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现知识五次法门将相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无相者以相依理相。无念者依念依理念，无自者人之本性。即么应该呢，就是来解说这道理。这就是定慧品分来的第4段，就是说明禅宗顿教法门的3要。这3要是啥物呢？就是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咱平常时只有讲禅是以无自为本，无念为宗，对无相为体呢，平常时较无谈到。但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对于顿悟的3种的功要，在这个所在解说得非常的清楚。这3段可以讲就是顿悟的禅宗法门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。六祖慧能大师要来讲这段道理呢，搁再叫一声讲现知识，讲5次法门啊，将相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5次法门就是讲我这个法门，我这个法门是啥物法门呢？就是我这个顿教的法门，就是禅的顿教的法门。将相以来，相就是咧指过去的这祖师大德。要咱当土讲起来，达摩祖师是第一代祖，也可以讲就是从达摩初祖以来。那较近讲起来，当然就是讲五祖，因为慧能大师伊是新修五祖的法。不过呢，若是用正果的佛法讲起来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教咱的佛法本来就是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。正果的佛法都是如此。不过，对于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是在顿教禅宗这个所在，该强调出来。所以从上以来，就是讲从过去以来啦，先立无念为宗。搁做讲做先立，就是讲首先建立首先呢，建立这个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自为本，就是讲要来修行禅宗顿教的法门就要先来建立这3种的功要，依据到这3种的功要来去修，安尼正是确实顿教禅的法门。安尼呢，正是契合佛的心意。那这个无念为宗，什么叫做讲做无念呢？这个宗就是宗旨啦。无念为宗的这个宗就是宗旨，就是讲必须呢以无念作为伊的宗旨。无念也就是正念，
在顿悟入道要闻对无念所解说，就是讲无念者一切处无心事。讲这个无念呢，无论在啥物所在啊，都无有心。伫遮所讲无心，就是讲无迄个分别妄心。咱现主是众生，毋是看迄项想迄项，看即项想即项，所以就变成讲一切处有心啦。那这个无念就是爱变成讲一切处无心。咱众生一切处有心，尤其是对迄个囡仔呢，咱来去甲伊看伊即个囡仔的分心呢，真容易了解。比如讲，一个囡仔，你叫伊出去外面去买物件，或者是讲叫伊去做一项代志，讲你著开转来哦，伊甲你讲好，出去啦。奇怪啊，即个囡仔太还袂转来，应该来回10分钟就到啊。已经出去20分还袂转来，囡仔是走倒去啊！大人会烦恼咧，出去甲找，这个找呢，讲伫遐伫咧看人卖物件啦，或者是啊伫遐伫咧看人在做戏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去到迄个所在，心呢就变成住伫迄个所在，心分别伫迄个所在，迷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说，袂记你讲老爸老母交代讲，你著较紧转来，而且本身佫答应讲好，我要较紧转来。因为囡仔就是囡仔，伊也袂有够迄款的一个自己来控制自己的迄款的这个力量。所以虽然嘴甲你讲好啊，我较紧转来，结果呢气状掉咧啊，所以袂记转来。当然啦，不但是囡仔安尼，为大人呢嘛会安尼。那就是讲，伊本身呢，无迄个坚固的意志，无法度保自己，无法度控制自己，所以就变成随境迁流，去到啥物所在，将来说袂记哩啦。所以袂记哩讲，伊是去创啥物，厝里有啥物代志，应该都爱赶紧转来，所以袂记哩了去啊。这就是咱啦，一切处有心，去到啥物所在，咱心就是去分别啥物所在，心去分别迄项，心呢就住在迄项。你心住在迄个所在呢，你别项代志拢袂记了去啊。这就叫做一切处有心。这个一切处无心，就是讲，无论你是看啥物物件，你根本呢心都无这个动念伫遐。这呢就叫做一切处无心。讲无一切境界，无意思求是。讲在伊的这个心目中呢，无一切境界。外面这个境界呢，在心目中无。当你是在内心呢，无想啥物，无要求啥物。对于种种的境性呢，永远无启动，就是讲永远心呢未动。未讲为着外面的境呢来引起你心的这个妄想的动念。那这呢，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念啦。那这个无念呢，就是名叫做讲做真念。为什么讲做这个无念就是真念？在这个所在，我相信我来提一个譬如呢，咱就可以容易了解。事实上，这个公案就是讲这个因缘呢，我过去也捌讲过不过我在这所在，我提出来互咱各位会记得讲就是有这款的公案。在南北朝迄当时阵的南朝梁武帝是一个对佛教非常虔诚信仰的皇帝。宝智禅师呢，这是伊的师父。所以这个宝智禅师呢，常常在皇宫伫咧出入，也可以讲呢，常常甲梁武帝做伙，因为伊是个师父嘛。有一天，这位宝智禅师过入去朝廷来，也去见迄个梁武帝。梁武帝呢，就叫内底的这皇宫差女捧茶出来请宝智禅师。这个皇宫差女把茶捧出来请了
迄个封疆差路已经退了，就只有梁武帝甲宝智禅师两个。迄当时阵，梁武帝就问宝智禅师讲：“师父啊，师父啊，你看拄则吼，皇帝互你食迄个封疆的即个菜卤，有水无水哈？”迄阵宝智禅师甲讲：“我毋知咧，我无看。”伊讲白贼，都明明芳着你食啥物，你无看？伊讲：“哎呀，修行人，生死要紧啊，靠伫咧看遐呢。”迄当阵，伊即个梁武帝呢，对即句话无啥相信。一个出家人为着了生死，哪会当顾去别项代志？生死上要紧啊！了生死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，所以咪叫做生死大事。宝智禅师是一代高僧啊，生死大事要紧，哪有伫咧看讲在封疆内底的即个女人女将到底是水是歹呢？梁武帝无啥相信，迄当阵宝智禅师就甲伊讲安尼啦，你若无相信，我教你去找迄个囚犯，已经判死刑迄个死犯，你甲伊讲，甲你牵出来看戏，头壳顶呢，用过一个面桶，甲底油底有甜甜，也东家西家拢做戏，安尼互你行倒去，搁行倒转来看迄个戏。你在头壳顶迄个油，迄个面桶的油，拢莫去互伊加流落，拢莫去互流出来，安尼就xử理无罪。你才甲问看，遮个死犯到底是有看到戏，也无看到戏？到底戏是好看歹看？梁武帝想讲，安尼嘛是试看卖，可能嘛是对啊。所以假实啦，就下命令东家西家做戏，哇，做甲玲珑桥，足好看。就将迄个牢狱内底去牵几迄个死犯出来，甲伊讲头壳顶滴油，将迄款的即个面桶油甲滴到头壳顶，手压咧，手还好势。恁去看戏，行倒去，搁行倒转来，安尼你去看戏，也若是油若拢完全拢无去流落来，安尼呢就xử理无罪，互恁转去。迄当阵遐囚犯是讲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咧，要得先这个机会啊，这是唯一会当好保持性命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即马油滴头壳顶了呢，就非常的小心，慢慢行。行倒去，搁行倒转，是顾迄个头壳顶迄个油，看会去起落，看会去走出来袂呢？起到倒转来呢，迄个油大家拢原在好好，拢一点仔都无去起落，无去流出来。迄当阵梁武帝甲叫来问啦，讲拄则互恁去看戏，东家也伫咧做，西家也伫咧做，恁看看到底东家戏较好看，是西家戏较好看咧？遐囚犯跪咧讲，皇上啊，阮无看到戏。毋知影，伊讲他也毋知影，伊讲性命要紧啦。皇上啊，性命较要紧，顾性命较要紧。为着顾性命，哪里有时间搁伫看戏呢？迄当阵，即个梁武帝就对宝智禅师所讲的话呢，伊就相信了。出家人为着生死大事，哪里有看到讲迄个查某囡仔到底是水是歹呢？所以在这个所在所讲的无一切境界，那么对于这个景色永无启动，这就是无念。就是讲，对于这所有这个境界，无一点仔分别心。就像宝智禅师虽然是讲封疆彩路可能是真美丽，但是旁地来回就伊连看伊讲到底水歹都毋知，哪里会起心动念就未起动念。也参讲迄个囚犯，根本呢，伊都顾家己的性命，哪里讲看迄个戏是好看歹看呢？但是这个无念就是真念，安尼讲无念就是真念咧。咱摕一个譬例，就像参像讲遐个犯人，遐个判死刑的犯人，伊心所存的是啥？就是讲
我如何要来保持我这个性命？那根本的外面迄个戏好看歹看，这是第二问题啦。这才是实在伊的这个内心所需求的物件。那这个宝智禅师呢，伊无看到遐个风光彩女的水歹，因为伊念念就是如何会当来解脱生死，那这就是正念。因为有保持到这个正念，所以结果呢，对外面一切境界才无先去分别。安尼解说呢，应该咱可以来体会这个什么叫做无念。那会当得到无念呢，略紧就无染。因为咱对外面的境界拢无分别，所以咱的目睭看等于无看，耳孔听等于无听。眼耳鼻舌身伊略紧啊，虽然是讲甲色声香味触的六尘境界接触呢，但是啊，无染有。安尼自自然然，就会当互来进入去诸佛的知见。若是会当安尼呢，名叫做讲做佛宗，叫做讲做法宗。因为这都是无念。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那么既然叫做讲做无念，要来入佛知见，又将什么所在来建立呢？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，既然是无念，要哪来建立佛的知见？啊，事实上，会当入去佛的知见，也是将这个无念来建立。为什么呢？将无自本来入一切法。啊，这个道理呢，咱啊，会当来去甲体会。就做慧能大师，就是讲，我这个法门呢，是爱先建立一个宗旨。这个宗旨是哪？都是无念。无念者，就是讲对境界无分别妄念。要对境界无分别妄念，时时刻刻就是要保持你的正念。所以无念就是正念，无念就是无分别妄念的意思。又好这个无念，并不是讲心拢无想东想西，心呢，敢若像迄款的插头，安尼叫做讲无念。那安尼呢，又是完全错误了。就讲宝智禅师，伊虽然是风光美女在面头前，因为伊念念都是咧为着伊的生死，念念念佛法，所以根本呢，伊未对这个风光彩女的面貌来生起一种的好看、歹看等等的这个念头出来。所以无念就是这个意思。无念就是无这个杂念，无这个妄念，无这个对境界染着之念。却毋是讲完全心呢，拢时时拢无想啥代志。正正就是因为宝智禅师伊内心念念伫咧念佛法，所以呢就无顾虑讲，搁再来去看外面的景色是好啊歹。这是无念的意思。因为讲无常为体，应该建立这个无常为体的观念。所以，叫做讲做无常，就是讲无有这种种的境界相。那这个无常为体，这个体呢，就是诸法实相的体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第88愿来讲，讲诸法实相啊，是一切法无常。在这个无常中呢，就无去分别讲。迄是佛，这是众生。假如讲若是有分别，就是一种见取相。在《破相论》有关来讲，讲真如佛性啊，毋是凡夫的形体，无这个烦恼故为，本来无常。所以这个无常为体的这个无常呢，无常者就是真如实相。所以在其他经典有在讲做无常实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实相呢，也就是无常。所以这个无常，就是咧指讲无有世间一切在差别相。这个无常就是真理了，真理就是本体。咱坐禅
要来悟要证的，就是这个无常的本体。下面讲无自为本，当伊是呢，以这个无自为根本。这个无自就是讲无自着，这个自就是停顿在迄个所在，也就是讲执着在迄个所在。所以这个无自就是讲无执着。在《维摩诘经》第六观众生品文殊师利菩萨问讲颠倒相属为本，讲这个颠倒相是以什么为本所回答就是讲无自为本。在中经录安尼讲将无自本入一切法，就是将迄个无自的根本呢，才会当建立在一切法。那到底这个无自是啥物呢？这个无自应该是一种的实相的义名，就是讲实相。实相是无相所以是无所自着。你假定讲若是有所自着，就是变成执着在这个世间法上面，在这个世间的差别法上面呢，这是一种的这个有所自着。所以这个无自为本呢，较简单讲就是讲心袂使咧自着这是咱修禅的根本。所以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这样讲你毋通以为上座不动，妄不起心，这就叫做一行三昧。假定讲若是安尼见解呢，就是等于无情，这是一种的障道的因缘。后面又搁再讲有人教做看心观境，不起不动，将处地讲。那这呢就变成一种的颠倒了。这拢是教咱呢毋通执着在某一个所在。下面讲无相者，依相义理相；无念者，依念义无念；无自者，人之本性。即嘛六祖慧能大师自己将这个什么叫做讲做无相，什么叫做讲无念，什么叫做讲无自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因为在前面伊讲无相为体啦，那到底什么叫做讲无相呢？讲这个无相者，乃是依相义理相。这个无相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在这个相的所在，也会当回来离开伊迄个相。安尼叫做讲做无相者，依相义理相。那这个无相者，依相义理相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所以叫做无相，并毋是讲断灭了一切相，并毋是讲空空如也，一无所有。乃是呢，对所有的相你无该执着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境界上的上面你无去该执着，那么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相。所以咱对这个无相，咱毋通该当做讲逐项拢无，安尼名叫做讲做无相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讲的。事实上，虽然是讲真如本体，叫做讲做真空，那叫做讲无相咯。但是这个相是真空呢，这个体是真空呢，相是妙有。所以这个真空者是不空，妙有者是非有。那么既然真空是不空，所以这个真空呢，并不是讲空空洞洞一无所有的意思。那咱若是会当好讲，在一切这个境界上上面，咱会当好来理。这个理的意思就是讲无该执着。虽然是讲有这个种种的相伫迄个所在，咱呢无去该执着迄个所在，咱就是离迄个相，安尼就是叫做无相。那在这个所有境界上方面，你该执着，那就是变成有相。下面讲无念者，依念义无念。那所以讲做无念是啥物呢？
这个无念嘛，就是讲依念义无念。这个依念义无念的意思，就是讲在你有念迄个所在，也无念；在你有念迄个所在，义无念。这个道理呢，实在是真歹解释哦。不过，会使你啊，提出咱用功的事实的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咱念佛，若是初才开始要念佛的人呢，一定啊，真正安尼注意，真正精心，讲我要来去念佛咯。我时间到，我来去念佛袂使。当然是你伫咧念佛迄个时阵呢，你也有用心，真正认真伫咧念，那这就是念义有念啦。啊，是讲咱初到生意来出家，真正注意，真正用心，较紧的课上时间到，我来去课上。啥物款时间到，我来去创啥物。因为在迄个时阵，你无注心注意，因为你逐项拢还袂熟，你无安尼袂使。你若无安尼呢，变成讲放动放纵，这是袂使。毋过到你若是功夫已经久来啊，自然就真正熟了。真熟迄个时阵，你虽然是做迄项工课呢，你毋免起心动念，你自然去做。在时间到，自然会爬起来。应该课上时间，你自然会去。应该食饭的时间，拍板你自然会去食饭。那么你呢，心有遵着这个道心，你自然会去做迄样代志。对于这个念佛讲起来，你若是讲依念义无念，就是讲你伫咧念佛，内心呢时时刻刻不离南无阿弥陀佛，但却你无有另外一个心讲，我要来去念佛，或者是无另外一个心讲，我现在是正在伫咧念佛。这就是叫做念义无念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个无念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确实实有运用咱的智慧，伫咧用功。但在咱运用智慧这个用功中呢，咱无另外一个分别妄念，去伫咧分别讲，我现在是咧用功啦。那这就是遮所讲这个无念。所以咱学佛修行的功夫啦，讲到这个微细所在啊。就是爱咱自己好好来去体会。当然会当做到讲念义无念，那必须你的功夫成熟才有法度。在功夫未成熟以前呢，原来也是爱真正注心，无论要做一项代志，一定要真注心去甲做。那就是讲念义有念啦。那么将这个念义有念，你功夫成熟，就会当到个念义无念的这个所在来。那就是讲你自然会当用功。在用功中呢，确实你无搁再另外分别心伫甲甲分别，这就是依念义无念。最轻松太重，咱今日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